面对台南邦家一直起，为了让少年人甲弱势好徛起，政府陆续透过土地资产外怀政策来兴建社会主体。高和传出好消息，也是北区自强新村的公办多次更新招商成功，正式甲特别的百庆建设签约。预计签约以后113年动工，116年完工。将于市库节省15亿，出掉160户的公共主体。那社会宅的政策，第一户的社会宅在台南是在我们任内能够签约，能够积极兴建的，预计在明年就能够有第一户的社会宅完工。但是我们在台南市的第一个4年中间，已经会突破将近7000户的社会宅。不是在新建中，就是在招标中，就是在设计中。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宅在居住正义3件的部分，包括囤房税，包括租金补贴，包括包租代管，以及包括社会宅的建制方面，能够更快让许多好朋友年轻的朋友需要住宅的朋友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安身立命的地方。特别的建设公司是台南在地40多栋的本土建商，希望以这款政府甲民间合作的社会主体建商作为号召，伫优质的基地吸引更较侪建商投入。以台南市本土建商的基础很用心，然后让以后这些社会宅盖的品质可以非常的优越这是我们期许的。台南市在30多年来，土地都没有什么涨幅，但这近几年因为台积电进来，土地突然间暴涨。那台南市一些本土的建商已经都差不多跑到蛋白区，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说，以本土台南的在地建商能够付出心力，能够来盖这个社会宅，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市府都下局表示，伫市长5月天年内到113年进前，中央甲地方合作已经有7000户的社会主体，嘛将持续增加，让更较侪人愿意来台南成家立业。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